早晨，大家好，我係陳昌堯師傅。首先祝大家有美好嘅一日。好啦，又嚟到2026年嘅4月26日啦。今日農曆嘅3月初10日係星期日，係叫庚午嘅金馬日。就生於1930年同埋1990年嘅人呢，就叫庚午金馬啦。咁今日嘅伏吟，所以特別要注意嘅。嗱，馬咧就會同老鼠相沖，就沖一隻咧叫做甲子嘅木老鼠，就生1984年嘅人咧就叫甲子木老鼠啦。咁同時都沖一隻咧叫丙子嘅火老鼠，就生1936年同埋1996年嘅人咧就叫丙子火老鼠啦。咁今日火老鼠同木老鼠咧就天克地沖，所以特別要注意嘅。嗱，馬同老鼠相沖咧，通常應係咧容易喺桃花相裏面變動啦。咁好容易受傷啦，就好容易有血光之災啊，特別要小心啦。嗱，逢沖咧就必動嘅，所以咧我建議屬馬嘅朋友同埋屬老鼠嘅朋友咧，今日多做善事，去捐下錢啊，贈醫施藥啊，將自己運程咧提高佢，希望可以逢凶化吉嘅。嗱，今日嘅三煞位咧就喺北面喎，咁北面就千祈就唔好動土啦。咁尤其是屬老鼠嘅人就更加不宜動土，因為咧北面係老鼠嘅方位嚟嘅。嗱，今日特別要小心嗰個時辰啦，就係凌晨嘅12點到1點嗰個丙子時啦。嗱，大家如果想催財咧，就最好喺東面啦，因為今日嘅財位就喺東方嚟嘅。嗱，睇下今日有咩幸運嘅生肖啊！原來屬牛、屬羊、屬虎、屬狗、屬猴，都係幸運嘅生肖嚟嘅。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為止，聽日再見啦。